3、2、1，请揭幕。台亚大学开办全国第一座户外 SDGs 实践场域，跳脱传统教学，以户外实地实做，让学生会当更了解水如何循环再利用，培养学生对着环境以及因素的概念。大业大学今年省水量高达了7000吨，7000吨的概念大概是什么样子呢？7000吨的概念就是这个样子哦。台湾一个人平均每天的用水大约是280公升，那7000吨的水可以让大概25000人用水用到一天。台亚大学有着丰富的生态资源，自创校以来，致力伫打造饮食历史的大学。饮食场域启用，毋但期盼会当达成净零碳排的目标，更甲彰化县70外间中小学合作，组成饮食策略联盟，来培育相关的专业人才。永续推动在地扎根，然后向下扎根，然后可以资源共享。我觉得这个秉持的这个大业大学的这个校园长远的这个发展精神，对国小来讲其实真的是非常重要的。当然，我们最希望呢，我们大业大学能将我们这边场域的所有的课程与教学以及经验呢，能够呢主动输出到我们学校里面。为我们学校呢来做相关资源的盘点。除了水循环再利用系统，台亚大学还佫规划日照乐活、友善栽植、碳盘查、森林碳汇、节能能源5大场域，设计一系列教案，让学生随时拢会当伫日常环境当中学习饮食知识。记者台南彰化综合报道。